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驶向审判跨上，我呼求你。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你的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
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扩散。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扩散。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一同聚集在这神的殿中，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
主，我们要不停的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幸福遥不可及，但真正的幸福不是环境顺遂，而是有主在心里的平安。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找别人的意义。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找别人的意义。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找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感谢神，这份幸福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弟兄姐妹，请坐。虽然我们有时会感到软弱无力，但相信神的应许从不落空。透过这首诗歌，求神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看眼前的困难，而是看见神那丰盛且美好的应许。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的天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
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看见你美好的应许一一的成就，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全都归给你。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深深相信，这世界不能夺去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旨意。我们要宣告你的爱永不放弃，我们要相信你的恩典永不止息。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寻求你的同在，开我们的心门，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这时候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正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正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因为有你的慈爱，有你的救恩，我们才有喜乐。所以，我们一生都要紧紧地跟随你。现在，我们奉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这时候我们来读一段的经节，从华语的哈，我们一起来念2遍，预备来。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再次。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好，接下来我们来做消息的报告。今天很开心哈，是我的母校淡江中学的奉献主日。那我们邀请熊展望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报告。那请兄弟姐妹
来关心代祷还有奉献。那我们谢谢熊牧师的勉励，那我代表教会来跟他敬礼哈。好，谢谢牧师。好，再来我们的圣诞节的那个装饰我们要拆除哈。那这一次我们邀请台2区的弟兄姐妹，还有花卉小组的同工一起来拆除。那我们在本主日的下午3点在49号在本堂1楼集合，在这里的1楼集合，49号，在49号的1楼集合，那我们3点准时集合哈。好，那请台2区的兄姐注意。然后再来敬拜赞美祷告会，这个很特别的祷告会在1月21号的礼拜3晚上8点，在新堂这个地方，我们邀请永光教会的周信荣牧师一起来为我们来预备哈。那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多多来参与这是一个特别的祷告会。再来圣诞红的义卖，我们有7寸的100块，那5寸的是每盒是50块。那如果有要购买的，在本主日的12点半开始在49号1楼登记缴费。那每一个人最多是2盒，不会分尺寸，登记满了就截止了。那我们会在下主日1月25号登记，按照登记的顺序来抽签，因为有限了所以请大家赶快来登记。再来转介清寒的儿童，我们如果有周遭有0岁到16岁的儿童，那我们要把这个资料呢，我们要透过总干事我们协会的总干事会跟世界展望会桃园中心来接洽，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协助如果有这一些的儿童的名单，请跟协会的总干事来联络。再来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现在要招募我们的会员。那协会主要做的就是透过协会，然后跟教会跟社区的朋友的连结，盼望希望说能够把福音也能够传给我们社区的朋友。所以请大家多多来支持协会的事工。那新加入会员的每一个人就是500块，那是缴1次。那每年的年费是200块。那如果说你有负担的话，我们到1楼来登记来缴费。好，再来团契的招募。我们现在有双年团契跟妇女团契跟学青团契，社青团契。那我们这个3个团契我们恢复。那这个团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除了参加小组之外，我们也是要参加团契。这2个都不一样的小组是对内的，团契是对外的。所以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开始在外面都有报名表。那个要报名，然后要缴费。那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来参与。那如果说你要更了解的话，我们看一下周报的第3页。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影片。团契是什么？团契是长老教会对内对外一个很好的连结事工。过去迦南教会有松年、妇女、社青、学青4大团契在运作。在2018年，教会因回应整体牧养与宣教意向，积极推动小组扩展与倍增的方向。为了使人力、时间与资源能更有效集中运用，教会经过审慎评估，阶段性暂时停止团契事工的推动，共有8年。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将在2026年再度开启松年、妇女、社青3个团契事工。今年没有你出场，我先来照顺序介绍各团契。首先介绍松年团契。松年团契不只是年长弟兄姊妹的聚会，更是一群带住生命厚度走进社区的属灵前辈。我们在团契中彼此关怀，也把这份关怀延伸到教会外，探访独居长者，关心社区银发族，参与关怀据点与节庆关怀行动。松年团契也秉着团契精神，继续支持关心总会中会各样施工活动，让年岁不是限制，而是祝福，让银发成为荣耀的冠冕。
凡年满60岁以上之兄姐，欢迎加入本团契。松年团契的会长陈淑清，上半年在5月有踏青一日游，下半年参与新竹中会重阳节感恩礼拜及参会。再来是妇女团契。妇女团契是一个被建造也愿意走出去祝福他人的群体。我们在团契中分享生活，彼此扶持，也把这份爱延伸到社区，关怀弱势家庭，陪伴新住民姐妹，举办亲子与女性成长活动。妇女团契相信从家庭出发走进社区，透过实际行动，把基督的爱带进人们真实的生活里，让关系成为福音的桥梁。同时也热心参与总会中会妇女施工部所举办的各样灵修活动。凡属迦南教会女性会友，年满25岁以上者或慕道友，欢迎加入本团契。妇女团契的会长连促于3月1号妇女主日，3月7号世界公岛日，5月21到222天1夜灵修会，11月北大女宣灵修会，12月妇女部年会。最后，社青团契。社青团契是一群在职场与社会中愿意用行动回应信仰的年轻成人。我们在团契中讨论信仰与生活，也积极参与外展。社区服务公益行动关怀需要帮助的人，把信仰落实在日常选择中，同时也参与总会中会各样事工活动。社青团契相信福音不只在教会里，更在职场街头与生活现场，让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的爱与盼望。凡属迦南教会年满20岁至40岁之社会青年或慕道友，欢迎加入本团契。社青团契的会长张木轩，3月29、8月2号、9月25精心安排活动以及中秋烤肉联谊，邀请大家踊跃参与支持团契事工。每个人的年费是200元，即日起开始报名缴费，请大家多多支持。好，欢迎大家多多来支持哈。那个妇女团契只有限女性可以参加，好，那社青团契是20岁到40岁，好，那松年团契就是60岁以上，好，这样大家应该都可以参加了哈。好，那再来就是牧养的同工会议哈，今天下午的1点，我们在401教室，那邀请我们的牧区长老，还有我们的区长，还有小组长啊，准时来出席。再来，阿嘎贝牧区的亲子礼拜是下个主日啊，1月25号的10点半啊，在新堂礼拜。然后礼拜结束之后呢，在这边啊会一起师生会一起来师生跟家长啊会一起在这边来用餐啊，请那个阿嘎贝牧区的老师跟家长来注意这个时间来参与。然后在刘子巨牧师的生命讲座啊，在下个2月1号，下午的3点啊，在本堂33号的地方，它有一个生命的讲座，主题是从死亡看基督徒的生命，暂定是在这个题目了哈。那我们这个主要是要介绍1月26号我们有一个生命那个什么那个，好，下一张，好，不是。有一个是那个天品山庄，天品山庄。所以如果要去天品山庄，我们1月26号有导览，所以如果要去的话呢，在49号1楼登记，好，天品山庄好，1月26号，好，好再来大碗宫的油饭的义卖，这是三峡教会的会友为了那个建堂来义卖哈，那如果你要买的话，也是到49号的1楼来登记，然后并在干事室缴费。那我们到下个礼拜2截止啊，下个礼拜2 12点截止。好，那我们恭喜哈那个雨辰弟兄跟可丽丝姐妹啊，在1月24号礼拜6的10点啊，在本堂49号2楼礼拜堂啊要做结婚的礼拜。好，那欢迎弟兄姐妹来关心，来代祷，一起来参与。好，这是邱医师的大儿子哈。好，这个刚刚讲的天品山庄导览1月26号礼拜1 9点在教会集合。好，那如果要了解的话，我们到49号的1楼那边登记，提早登记。好，再来介绍今天新来的来宾，
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吗？好，欢迎起立，我们来欢迎你。好，除了熊牧师之外就没有嘛哈。好 ，OK， 我们再次欢迎。哦，没有哈，好，都没有，好 ，OK， 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啊，彼得前书1章3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第3节，预备，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由于他无限的仁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来承受上帝为他的子民保留在天上的福泽。这福泽是不败坏、不毁损、不衰残的，要给你们这些因信上帝而蒙他大能保守的人，好使你们获得那已经预备好、将在历史的终点实现的拯救。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或许必须暂时受苦。这些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能经过火炼。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更必须接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虽然现在看不见他，却信他。你们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那无限的喜乐。好，以上。接下来我们要请熊牧师来为我们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亲爱的陈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淡江中学，就是我们教会的学校，我们自己长老教会的学校，来这里跟各位来请安报告。虽然我去年已经有来过了，但是也很谢谢各位的支持。那特别今年，我们的牧师的千金陈允杰要毕业了，我们恭喜他，但是有点舍不得了，因为他在我们学校有很好的表现，那也很高兴在这里遇到很多我们的校友，黄长老也是我们的优秀的校友。那许庭贤，刚才那个台语礼拜的时候，这个你的母亲有说你今天会从这个不是今天从英国回来，是刚好从英国回来。那来到我们教会就有很多人都会说，是我们校友，表示说对于我们学校有这个蛮有情感的那也很这个跟学校有很好的这个回忆那也希望我们当中以后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校友或者是我们的校友的家长。那我先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去过的请举手。好，谢谢表示还有很多还没有去过。那我们非常欢迎各位有机会到淡水来走走不是只有去老街喝鱼丸汤吃阿给而已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宣教布道、传道、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行程。那就是可以带他去看一下这个马街上岸处，然后淡水教会，还有这个真理大学有牛津学堂那也可以到我们学校来看这个马街的这个墓园马街死后埋在淡水。那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说北部啦这个台湾人我们都知道马街因为有马街医院，但是对马街的事迹可能都不太了解。有听说但是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让他能够知道马街，当然我们教会也是跟马街有关系嘛大部分的北部的长老教会都是跟马街有关系。那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让他们来认识
马街，而且可以认同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我们学校目前有学生有2600位，有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听起来好像很多人，但是我们其实更希望有我们教会的子弟，就是基督徒的子女能够到学校。那我们当然我们有校牧师，我们会好好的照顾。那我们甚至有机会可以继续的培养他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礼拜，有一些聚会啊，可以邀請他们来参加，那也可以对，那这样子也等于帮教会培养这些同工。那所以桃园到淡水好像有点远，好像黄长老，你那时候住宿吗？对对对，很好。通常住宿的学生对于学校的那个情感又更特别的浓。而且桃园跟淡水这个距离刚好，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小孩一定要住宿。那我通常会说让小孩住宿，亲子关系会比较好，因为你平常就会想要念他赶快去睡，赶快吃，要去上学了，不要看手机了。但是他住宿，你就会想念他，那他也会觉得家里很好。那当他回来的时候，你就好好的这个关心他，照顾他，他要什么都给他，要吃什么都给他吃。等到你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他又乖乖的回去住宿了。所以，住宿对这个亲子关系会有好处，而且他还可以训练独立。那今天没有办法讲太多学校的事情，那总之就是欢迎各位亲身到学校来看看，来走一走。那如果有问题，当然可以问我，也可以问黄长老，问许庭贤，问陈颖杰或是我们其他的校友，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位这个庄凯安长老也是我们的董事这一届的董事那也希望我们学校跟我们迦南教会能够有更好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面成为上帝国家里的人，也可以让我们来领受你的祝福。也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不管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现在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奥秘，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的题目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你快乐吗？请问你快乐吗？ Are you happy？ 感谢主。那为什么快乐？这边快乐讲的比较大声。感谢主。好，我们都希望快乐。那快乐，其实快乐的英文就是 happy， 对不对？那 happy 翻成中文有快乐，有高兴，有幸福，幸福也是 happiness。那所以英文跟中文有点不太一样。当然，中文的意思有时候会看你的情境。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寻求的都是快乐、幸福、高兴欢喜那我就想到这个有一部漫威的电影，这个是奇异博士，对不对？然后有一部叫做多重宇宙。那这个奇异博士呢，他是超人嘛，他漫威的这个超级英雄。那有一次他就收到一个喜帖，是他的前女友给他的喜帖，当然新郎不是他，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这个自己的婚礼。但是这个奇异博士呢，还是很绅士的去参加这个婚礼。那这个婚礼结束了，他们就有一个 party 然后那个就打招呼嘛，然后呢，奇异博士当然他就问奇异博士说 ，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那奇异博士呢回答是说，当然我快乐，因为他是奇异博士。他的回答是这样子。不过我们知道后来
其实他是不快乐。当然怎么会快乐呢？前女友嫁人，怎么可能快乐呢？一定很酸嘛，对不对？啊，那其实这部影片有一个主轴，啊，就是快乐、幸福。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绯红女巫，啊，她也是法力很高强。那绯红女巫她的遗憾是什么？她跟幻视虽然可以在一起，但是幻视不能够让她生小孩，所以她不能够有自己的小孩，啊，不能够有自己的小孩，有小孩的家庭。那这个绯红女巫，她一直想要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所以呢，她就去其他的宇宙啊，就是平行时空的宇宙，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个就是这部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主轴：幸福我们都想要得到，我们都想要追求。什么是快乐？啊，什么是永远的快乐？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快乐？我想我们可能终其一生啊，都在寻求快乐。快乐很重要。那什么是快乐呢？什么是幸福呢？我在学校我会跟学生分享啊，你认为快乐是什么？学生，我跟你们说，现在学生年轻人哈，回答都是很简单，啊，一个字两个字，好，幸福爽，啊，就是爽。那如果他心情好，会再加一个字，爽快。啊，有时候心情好就会再跟你讲多一点，啊，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啊，讲多一点就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那或者是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我们是老师嘛，哈，就是要帮他造句，啊，就是他不同的片段你要把它连起来。那我就会说，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快乐呢？就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快乐。好，那现在你快乐吗？快乐。感谢主。你看看你旁边是不是你喜欢的人？啊？不是，你怎么会跟他坐在一起呢？啊，我们是不是在一样的地点，对不对？每个礼拜这个时候一样的地点，做相同的事情，这个是一种幸福。然后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就是敬拜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你快乐的时候，幸福的时候啊。所以如果现在是世界末日，基督马上降临，我们已经在最幸福快乐的当中啊。这个就是幸福快乐。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要用学理来表达什么叫做幸福快乐，来分析一下。这里有一个图表，幸福或是快乐，就是当你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对不对？那但是人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啊，不同的阶段你的需要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提出的一个需求层次理论，啊，那这个需求层次理论，大部分常常都会被拿来采用，来做分析。那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一个三角形，表示说越下面越重要，但是也越多。最底层的最基本就是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我们都不能缺，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没有睡觉，可能一天可以2天就生病了，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就去见上帝了。这个就是生理需要。那再来，我们有生理需要满足之后，我们也会有安全的需要，就是食衣住行，我们都需要能够得到安全。再来就是社会需要，或者是爱的需要，我们跟人的关系，希望能够，因为人是在社会当中嘛，那所以一定要跟人有好的关系。再来就是尊重的需要，我们希望被人家看到，被人家尊重，被人家肯定。最高的就是自我实现，就是你完成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成就，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上课，不会讲太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当你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快乐，觉得幸福。但是有一些差别，第一个是程度的差别，什么意思？有一些人他可能要每天都要吃山珍海味，很挑食；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清粥小菜就可以。当然也跟你和什么人在一起有关系啦。那不管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就要去上馆子、上餐厅，有些人可能路边摊，他就可以觉得很满足、很高兴。所以程度也会有差别，但是都是一样吃饱。再来过程的差别，如果你今天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吃的，可以得到喝的，你可能就觉得只是满足而已。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运动了、流汗了，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情很累了、很饿了，有一杯水你就觉得哇，非常的甘甜，好像是你的救命的泉源一样。所以过程也会有差别。再来频率也会有差别。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吃泡面，对不对？那你们，我讲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学生都喜欢吃泡面，吃咸酥鸡，喝手摇饮。但是他不可能每天吃、每餐吃吧，对不对？但是久久吃一次，你就会有幸福感、快乐感。像我在家里，我经常没有机会吃泡面，因为我太太都准备好，而且她很注重营养，她觉得泡面不营养，但是泡面还是很好吃。如果有时候她不在，她去外面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帮我准备吃的，我就会煮个泡面来吃，然后就会觉得很好吃。然后呢，人就是这样，这个人家叫你不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做了，你就会觉得很高兴。那他回来了之后，他就发现我做，当然他不会骂我，因为他没有办法准备嘛。你做了人家不想做的、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你做了，人家发现了又没骂你，你也会很高兴。然后他没有骂我，他还说哦好可怜，那这就是一种幸福嘛，对不对？所以幸福跟快乐这里就不一样。幸福就是说你要跟人的关系。他关心你，你就觉得幸福。他没有骂你，他还关心你，你就会觉得幸福。但是快乐是，就刚刚讲的，你自己就可以得到快乐了。所以，频率，你今天吃饭等一下还是会饿，那个也是一样，这是频率的差别。所以快乐会有持续性，的问题。现在吃了，下一餐还是会饿。你饿的时候又开始觉得，心情又不好了然后可能开始没有耐性了，这个就是持续性。但是如果说以那个需求层次来说，越高的，你越高层次的，你得到满足之后，你的持续性就会越长所以这个需求层次的那一个。表格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持续性会不一样。越底层的当然持续性就越短。那快乐还有一种迷思，就是成功等于快乐嘛？我们知道，当然不必然，没有相等。有的人成功了，他不一定很快乐；有的人很有钱了，他不一定很快乐，因为他很担心人家会偷他的钱，会因为他的钱而喜欢他但是快乐有时候是很简单，很单纯，你就可以得到快乐。那今天这个成功就不一定等于快乐，我们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有的人他可能你看那个黄仁勋很成功，对不对？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去逛那个台湾的夜市嘛，对不对？但是你也会看到旁边就跟着一大群人，有包括他的保镖这个好像这个气派很大，但是你就不能够像我们一般人很简单，我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会被报道出来。有时候快乐有时候跟成功不必然。其实快乐的因子、快乐的这个机制，
在哪边？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有一次我上课，有一个心理师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图，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快乐的因子快乐的机制藏在我们的大脑深处，这个叫做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如果你去查，可以查得到这个东西。那边缘系统有一些组织啦，那当然这个我不是医生，我们当中如果有医生，可能要容忍一下，如果我讲的不好或讲错。那意思是说，如果这个边缘系统你常常让它在那边发热、发烫、发炎的话，你的心情绝对不好。但是如果你的边缘系统可以让它冷静下来，能够让它正常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得到快乐。那什么时候可以冷静下来呢？简单的说，就是你有睡饱，你有吃好，有营养，然后有运动，这3个对我们都很重要。不管是婴儿，不管是年纪大的人，当然都很重要。所以我也常常在学校跟学生说，3个最重要，要睡饱，要吃营养的，要运动，这个很重要。那因为我们的头脑里面有一些传导物质，血清素，多巴胺、脑内啡，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果你能够有营养、睡饱，能够有运动，这些传导物质就可以帮助你的头脑正常的运作，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感受到快乐、美好、幸福。我们都有生病的经验嘛，对不对？会有不小心熬夜的经验，或是睡不好，你一定会觉得很烦躁，很没有耐性。有时候平常跟你开玩笑，你也会觉得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你睡不好，当你精神不好，你就会觉得很烦，很没有耐性。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脑内的边缘系统有关。那再来，上帝的创造也很奇妙，它让我们有自然，有这些美好的这个自然环境风景。这个在我们学校里面，那中间那个是我们的大礼拜堂。我们学校就是会有很多这些绿树，这些自然的这些景物，所以学生我都会说，学生在学校是幸福的。那如果我们有机会，你就出去外面走一走，你看到这些花草树木，看到蓝天白云，你心情也会开朗。这个就是上帝创造很奇妙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的脑内的边缘系统冷静下来。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的。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知道，要让我们可以得到快乐的原因，当然就是从我们的信仰。那怎么说呢？我们都会念主祷文，对不对？其实主祷文就是在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会满足我们的这些需要。我们的主祷文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是供应者，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本来的自我实现，变成上帝国的实现。那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生理需要。那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安全的需要。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很有趣。主祷文刚好，套在这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时候，刚好都可以满足。当然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原来的需求层次是自我中心、个人的。但是主祷文呢，它是上帝国中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跨越信心，从自我中心到上帝国中心，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舍己，台语叫跨博家己。
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上帝国中心，这个就是主导文里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来了解。其实不是只有主导文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诗篇23篇也是一样的东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然后呢，我必不致缺乏，生理需求都满足了。然后呢，这个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就是生理需要羊要吃草，要喝水。然后呢，这个安静的水边也是安全的需求。那这个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个也是安全的需求。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套用，这个诗篇23篇刚好也是满足这一个需求层次理论不同层次的需求。其实这个在我们学校，我们这个大礼拜堂，它设计的时候，建筑师跟设计者他就是用这个诗篇23篇作为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外面就有青草地外面有水池里面还有一个有羊的这个壁画，那还有这个一个杯这个是冠军杯不是冠军杯是福杯满意所以我都会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很幸福因为我们就是用基督教的信仰就像这个牧羊人照顾小羊这样的精神去照顾这些学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信仰很重要的一个遗产，叫做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小教理问答这个叫做从前的问道理，就是你要洗礼的时候就是要上课就是用这个当做教材。它的第1章他在问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荣耀上帝。但是后面还有一句，永远以他为乐。上帝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幸福的来源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现在我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学校的马偕牧园。我们都知道马偕博士，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北部的长老教会都是跟马偕有关，还有学校，还有医院。在这个，所以马偕对我们很重要。那马偕他死了以后，他觉得他自己不是外国人，他是台湾人，所以他就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后面是外侨墓园就是埋葬外国人，他没有埋在那边，他就买了一块地作为自己跟家族的墓园。那这个墓园我们看到右边有一个纪念碑，那我把它放大来看。这个纪念碑是北部大会他所设的一个纪念碑，上面就是马偕的故人略历马偕的故事我们应该大概都知道。那中间我框起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马偕的一首诗，叫做《最后的住家》。最后的住家。那这首诗它本来是写在他的书叫做《From Far Formosa》，有人翻成这个台湾遥记或是台湾宣教记事。那这个前言里面就是他写的这一段话非常的优美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把它改成诗的题材那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纪念碑上面的那段话。那我把它用这个比较清楚的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上面写的是我衷心所爱的台湾我把有生之年全献给你，我的生趣在此。那原文是说 my interest， 我的兴趣。那其实如果说用台语的话，就是我的欢喜，我的快乐在这里，也可以这样翻译。所以这个就是马偕他的心境。马偕在台湾他28岁来台湾到58岁去世，有30年的时间在台湾。
他非常的辛勤，非常的努力认真，他也是一个行动管理者，他到处走。他除了生病以外，他其实平常几乎都在宣教，都在教学，都在帮人家拔牙齿、看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而且他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台湾，爱这块土地，他知道这是上帝所给他宣教的地方，他也以上帝为乐，他也以服侍上帝，就是在台湾这一块土地工作为乐。这个就是马偕他的乐趣，他的快乐，他的幸福。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学习的对象。我们讲到快乐，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快乐，它是有感染力。感染力，我们都喜欢跟开朗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喜欢跟乐观的人在一起，好像可以带动气氛的人在一起，必然的，因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就像，你跟这个有一个热源，冬天你有一个热源在一起，你会感受到那个热。我们不喜欢跟忧郁或者是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好像你跟他靠近就好像瞬间就冷下来的感觉一样。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关心会去想要去关心那些忧伤的人。如果因为我们的关心可以让他觉得快乐，当然我们也会觉得快乐互相感染。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都不能快乐，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那没事还是不要去跟他在一起，免得自己的这个能量就会被消耗掉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快乐其实有一种感染力。有一本书叫做《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这个作者海波斯牧师他在前言里面他说，人生没有任何事比朋友相交、彼此相爱、领对方一路走向基督更令人刺激或者是更令人兴奋，没有任何事。意思是说，当你有机会我们知道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生命的需要，是心灵的需要当然有时候我们满足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不管是这个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我们也可以让他得到一些帮助，得到快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他生命的需要、心灵的需要，让他可以得到满足就是信耶稣。因为耶稣把我们人生最大的生命的需要都解除了就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去带领一个人信主，其实没有很困难没有很困难。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快乐，得到欢喜。当我们把欢喜快乐表现出来的时候，别人很自然就会受到我们的感染，受到我们的吸引他就会问你，你为什么能够那么快乐呢？因为我都来迦南教会他就会想要跟着你来教会其实就很简单，对不对只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必须这么承认，有时候我们还是会为了我们一些眼前的问题在那边困扰，这个是必然，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仰望上帝的时候，你这个困扰很快就会过去，不会一直在那个困扰的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够感恩。其实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事情了赶快来祷告或是求上帝赶快怎么样帮我解决什么问题。那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可能就会常常让你遇到问题这样你就会常常祷告。但是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对不对？其实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常常都在帮我们做事，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比一般人更幸福、更快乐才对。有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草原上，有一只小狮子，它在这个它妈妈的旁边，它就因为妈妈保护它嘛，它就很高兴在那边玩啊、跑啊、跳啊、追这个追那个，那它就觉得很高兴啊、很兴奋啊。他突然就想到，问他妈妈问题说：“哎，那个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什么？”妈妈就跟他说：“快乐就在你的尾巴。”他就去追他的尾巴。我们会看到家里的小狗会不会追他自己的尾巴？他在追他自己的快乐。那这个狮子妈妈就跟他说：“傻孩子，快乐不是这样得到的。当你抬头挺胸、昂首向前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你的快乐，因为这个时候尾巴就翘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快乐的，只是我们会因为眼前的事情在那边忘记我们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你有信心，上帝在你面前预备非常多的福气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快乐就表现出来，别人就会看到，就会受到你的感染，受到你的吸引。愿上帝帮助我们，不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忘记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丰盛。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自己跟万物都白白的舍给我们吗？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应当快乐，应当满有喜乐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从众人当中拣选我们，也让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舍去自己的性命。在万人中，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爱我们，你也认识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让我们能够勇敢放心的去接受你的爱，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这样的信心，表现出这样的喜乐，能够去影响并且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你的儿女，领受从你而来的幸福快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再次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他。自从耶稣进入我
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看顾，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救赎，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那弟兄姐妹彼此请安，那帮忙一起收椅子。好，大家平安。